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，上帝予今仔日的天气是遐尔热。即几工仔天气较冷，今仔日穿长裤来，徛伫台仔顶嘛感觉介热，所以感谢上帝，予今仔日遐尔温暖，嘛予咱大家拢会当有一个真舒适的心来领受伊的话。所以伫分享的大声，咱先三甲额头来祈祷。阮伫天顶的爸，真正是感谢你，因为你创造天地万物。感谢你，伫阮生命的不安的中央，成做阮永远无要带的主。主啊，阮生命中的软者，你无看轻一项，反倒当时常用超过阮所求所想的来帮赞、来安慰阮。主啊，阮即礼拜所犯的过失，愿你赦免。愿主你赏赐阮搁较大的信心，来倚靠你，来坚定行活命的路。主啊，愿你今仔日的话语来帮助阮，成做阮生命的大快乐甲大喜乐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囡仔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有时看到身边一寡伫艰苦伫艰苦内面的朋友，拢会替因问讲：主啊，生命中真正的智慧甲平安到底伫倒落？伫基督信仰内面，敢会当找着？还是伫别个所在嘛会当找着？我想讲，这毋干那是基督徒会关心的问题，嘛一定是真侪会追求信仰的人会问的问题。无论是毋是基督教，我相信大家拢会当认同，人的一生若是会当知影上天的意思，会当调整家己的脚步，伫适合的时刻做对的代志，有对的心思意念，受苦毋是白白受苦，辛苦得到的喜乐会当互咱心内真实在。安尼就实在是上介好嘛上介水的代志啊！到底安尼互痛苦的人安息的生命品质，会当伫倒落找着？敢若会当伫耶稣基督内面找着吗？这毋敢若是我伫问的问题。伫今仔日的圣经在内面，希伯来书的信徒，敢会先嘛相共伫问即款的问题？咱对希伯来书的背景敢有淡薄仔熟悉？希伯来书呢，内面的信徒因面对一个信仰的状况，就是讲因开始怀疑基督教的信仰。是安怎呢？因为希伯来信徒因虽然一开始的时，因捌经历过上主大快乐的做工，搁因伫主的听内面捌彼此扶持，面对社会顶面的反对基督教的声音。毋过当信仰的时日哪来哪久，因拄仔开始时的迄款热情，却慢慢冷淡。过去遮的教会内面的信徒，是互救恩的福音所得到的。因捌听过真侪的见证，佮经历过圣热甲奇事，帮助因伫坚持，会当坚持伫因彼此的服侍，佮有信仰顶面的服侍。毋过，介绍当咱伫读希伯来书的时，这个时间已经拖较久啊。介绍教会内面的信徒开始伫问：毋是讲耶稣基督要来吗？那还未来？迄个时阵，罗马政府的压迫开始愈来愈侪，所以社会环境对因来讲，因做基督徒嘛开始哪无方便。因伫原本亲近的朋友中间，可能渐渐失去地位甲别人的尊重，并且基督教佮真做
违法的宗教。一日到暗，迄个政府就会敲电话去甲因找麻烦。所以安尼的日子一日一日过，到底信基督教所带来真正的平安伫倒落？爱知影上主的心意，敢干那会当透过耶稣基督？基督敢真正就是会带互咱性命平安的迄位？也是遮的信徒，其实会当转去到其他较方便的宗教信仰，毋是违法的，因着转去信犹太教，也是别个宗教。安尼因伫生活顶面佫较方便。所以伫生活的压力中，希伯来书的信徒，因改先特别失去对耶稣基督的信仰。当我看到因伫生活的压力中特别迷失，我就想起我有一个朋友，我陪伴伊真久的时间。伊有一阵仔虽然捌信耶稣，毋过因为真久的一段时间找无头路，伊就开始去看其他的方法，想要来和伊所想的上帝，也是讲命运即款的物件来结连。伊就开始去学紫微斗数，去求签、卜卦，嘛会试一寡催眠来看未来的代志，嘛会甲会当引带伊的任何的神明，也是迄种灵修的老师来抬讲。所以当我看伊开始遐尔听耶稣基督，毋过渐渐因为找无头路，毋知影家己未来要安怎，煞迄只开始问即款的方式，也是另外一种的方式，别个宗教的方式。我感觉真悲哀，因为我看起这是一个心内无有平安的人，真迫切想要找到伊会当掠条的知影命运的方式。伊捌甲我讲过，伊知影信耶稣了后，搁去看遮的物件无好。毋过伊甲我讲，伊祈祷看圣经，等候上帝的声音，对伊来讲实在是伤慢啦，介无清楚，所以伊才会想要用别种的方式来知影上帝也是命运对伊的安排，也是讲伊嘛会当用遮的方式来知影伊到底做毋对啥物，所以才会到伫有即摆的状况。所以当人伫生活有压力的时，伊真正是挡袂牢，会想要透过各种的方式来找求天顶的意思。对着安尼，就会当掠牢家己生命的方向。所以当我了解到伊的心情，我的心内是感觉真无奈。到底伫生活迷失的时，真需要引带的时，人敢会当透过什么款的方式来找求上帝的声音，来得到心内的平安甲安慰？伫今仔日的段落中，我相信作者的心对伫遮希伯来书所要写互因的信徒，嘛是真迫切、真紧张，所以伊用这个批来甲因讲。当生命有遐侪压力的时，上帝互人什么款的事物，也是啥人来帮助阮会当接触上帝，诚做人找求上帝的管道。咱即马就会当开始来看圣经。今仔日的圣经段落第5章第1节，一开始就讲，上帝因为对人的中间所景的这石头，拢是为着人伫关系上帝的事来设立，通为着做寡献礼物甲祭司。伊既然互软者所围困，才会原谅毋知影甲失迷的人。
所以伊应该因为本身，亲像因为百姓为着罪来献祭。搁这个尊贵，毋是人家己厝，只有互上帝所调的，亲像亚伦共款。所以伫第1节到第4节，咱会当看去，希伯来书的作者伫甲人提起讲，若是人想要找上帝，也是人甲上帝中间出现问题，也是人想要找求生命的方向，无明白上主的心意。其实上帝有互人一个中保来帮助遮个失败的人。这个人是甚物人呢？就是祭司头。所以上主设立祭司头来帮忙处理遮个软者的人，无法度亲近上帝的人。所以其实上主的意思是，毋爱人学袂找家己的方式，毋是接到其他的算命，也是看星象等等的来找伊。伊家己找一个祭司头，伊家己按立的，对伫这个人，人会当接到这个祭司头来和耶稣、来和上帝结连。所以呢，上帝互这个祭司头来帮助信徒。伫这段经文内面，伊有写着3个资格顶面的条件。这3个资格是甚物呢？就谈拄仔第1节到第4节有写着。这时头呢，伊的工课就是爱为着人的罪过来献祭，求上帝原谅。第2，这时头会当体贴软者的人，因为伊家己嘛捌经历过即款的软者。所以，这时头其实会当互人信用顶面的引传，当软者的人来找伊的时。第3个就是这时头是上帝家己选的，家己呼召的。这时头因为安尼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，毋是家己出来讲我要做祭司，嘛毋是对人的傀儡，就亲像讲政府，也是人的一寡党派的势力来决定的。所以对这3点，咱就知影，人会当接触上帝的方式，其实毋是遐尔济。其实上帝有真细致，咧替咱拣安怎款的管道是适合人来追求伊的。这个祭司会体贴人的软者，嘛和上主有好的关系。所以伫圣经内面，一开始有合伫遮个条件的人，就是伫律法中互上帝，就是伫律法中互上帝呼召的亚伦。毋过呢，毋过其实若是咱读圣经，就会发现讲亚伦甲伊的后代，虽然有合伫遮个规定，毋过历史顶面，因真正有成功帮助以色列人民，甲上帝恢复伫好的关系内面吗？其实，咱若是读以色列的历史，就知影，遮个祭司无法度帮助人的心的真正的悔改。咱若是读希伯来书第7章，就会发现，伊讲遮个祭司头，每年拢得爱为着家己的罪来献祭，为着全以色列人的罪来献祭。这一摆一摆在献，甲先前一摆的功效拢无去共款。所以，希伯来书的作者甲咱讲，甲阮讲，即款的方式其实无法度真正改变人的心，互人真做善良，互人完全恢复人甲上帝的关系。这是一个仪式尔定，人的心无法度对遮来得到真正的改变。所以，即款的仪式，到尾就亲像诗篇第90篇所讲的共款，每一年人的日子，犹原是拢经过伫上帝大受气的下面。所以，嘛要确定啥物时阵，家己才会当得到上帝的恩惠。连这时头，家己时常嘛非常软弱，犹原需要每年为着家己的罪来献祭。所以安尼看，
人甲上帝敢真正有迄个办法来恢复结连的关系？安尼对安尼的问题，咱就爱线接来看第5节到第6节。第5节到第6节，圣经安尼写：除了阿伦，咱看到有一位有资格出来恢复人甲上帝关系，这时头出现。这个人是甚物人呢？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伫第5节，作者用诗篇第110篇第4节，伊讲耶稣基督就是上主的囝。所以这介绍就是这个耶稣，伊就是旧约所讲的迄个上帝囝，要来救赎人的，这是甲旧约有呼应的。所以伊是上帝囝，伊甲上帝的关系是真亲，要亲像阿伦，也是伊的后代，和上帝有缘是有侪的距离。煞接伫第6节，伊讲，这位甲上帝亲近的基督，伊会照父的心意，成做永远的祭司，毋是属伫阿伦的编列，却是属伫麦基洗德的编列。我毋知大家甲麦基洗德敢有熟？这位大祭司呢，伊是出现伫创世纪第14章的一位国王，伊就是一位大祭司，阁是撒冷王。所以对伊的名其实就通知影伊是啥物款的一个人。撒冷王伫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平安的王。麦基洗德伫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公义的王。所以这个人是一个所代表的，就是一个公义阁使人平安的王。这个大祭司嘛是一个安尼的王。第二，希伯来书安怎看这位大祭司的身份呢？希伯来书讲，因为这位大祭司吼，伊伫创世纪无有迄个家谱，所以呢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认为，哇，这介绍对伊来讲，就是在预表耶稣基督。因为这个人无家谱，伊无人的历史，介绍就亲像是对上帝直接来的，毋是对人来的。所以伊就感觉讲，哇，这个无家谱的人，介绍就是咧预表耶稣基督。第三，麦基洗德，伊伫创世纪的时，伊祝福互亚伯拉罕，所以伊代表这位祭司的身份，是比亚伯拉罕阁有伊的子孙拢阁较大的。耶稣基督就是照安尼的编列，就亲像麦基洗德共款，互上主委托的一位祭司头。所以耶稣基督伊是安怎的一个大祭司呢？伊是上帝的囝，甲上帝有真亲的结连。伊是亲像麦基洗德共款，一个平安甲公义的王。伊有上帝所欢喜的性情。阁来，耶稣基督有永远的性命。伊无亲像阿伦遐的编列的迄款的祭司，过身一个，阁爱有一个来接续。这个接续的人嘛，毋知秉行好也毋好。所以，这个耶稣基督伊有永远的活命，这是更较超过阿伦的编列的。阁来。这耶稣基督阁悬过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所以对伫安尼，伊讲哇，这个耶稣基督是超越以前的所有的祭司，直接对上帝遐派来陪伴教会的一个大祭司。对于安尼的介绍，会感觉讲哇，这个祭司头看起来介像介厉害，介圣洁，毋过毋干那安尼。但若是看第7节到第8节，经文搁较进一步，讲出这位祭司头会当成做人甲上帝中间的管道的
另外一个原因。伫第7节，圣经安尼讲：基督伫伊肉体日，用出来呼叫，佮流目屎，献基督，恳求迄个会救伊出死的，佮因为伊的敬虔得到听去。虽然这囝也对所受逐个苦难来合顺服，所以对第7节到第8节，咱会当知影，这位大祭司除了有上帝的圣洁，伊除了是一个结成有上帝性情的人，上帝的化身，伊佫较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伊有完全的人的感受，伊伫最痛苦内面真软者，毋过伊是顺服到底，无有犯过罪恶。所以耶稣会祈祷，上帝会听；耶稣的死，上帝就予伊一摆就承担所有的人的罪，这是超越以前的大祭司的一个作为。因为上帝欢喜耶稣基督的献上甲顺服，耶稣定是给死去给我。所以，咱若是跟对耶稣基督，看耶稣基督，就知影安怎学习这位祭司头，伫受试炼的时无犯罪。当咱软者的时，伊会担当咱每一个人的罪过，嘛会因为伊有软者的经验，伊会鼓励咱，伊会鼓励阮，所以伊清清知影。每一种试炼中的痛苦，因为伊的怜悯、永远的活命，就送予每一个跟对伊的人。当我伫准备这段经文，伫默想要安怎来了解这个祭司头的身份的时，我心内有一寡画面跳出来。我想起讲，我细汉的时，我妹妹佫比我较细汉，我迄个妹妹咧安尼细细一只，就真爱缀伫我的身躯边，伫我的边伫我的后面，安尼我去倒，伊就缀到倒。是安怎呢？因为妹妹真细汉，真侪代志伊袂晓做，嘛无法度做，做了可能嘛做毋好，会做歹去。我若是伫伊边伫伊头前吼，就会当讲姐姐，我要创啥？我就所以，介先若是我伫个时，就会当帮衬伊。我伫伊身躯边的时，就有一个较大汉的姐姐，会当为伊来和大人还是爸爸妈妈来讲话，为伊来。我想经文中间的大祭司，就亲像咱每一个人拢爱念条条的一个大兄。这个大兄，伊是一个真了解爸爸的心意的大兄，嘛是一位愿意为着保护弟弟妹妹的性命来受刑罚的大兄。这位大兄伊本来是永远袂互人骂，因为伊的心正直，伊无歹的作为。毋过伊为着保护后面弟弟妹妹遮个乱七八糟的代志，伊甘愿徛出来，为着遮个弟弟妹妹来受死。咱的大祭司就是安尼的大兄。好佳在天父上帝介意咱的安尼的大兄，愿意予伊受死了后，阁得到永远的活命。所以咱若是对伫这个大兄的后面，甲天父讲话，一定真顺遂。咱若是对伊走，对伊做，安尼永远袂毋对。并且这位大兄真体贴，因为伊知影遮个弟弟妹妹两者常常活过头来鼓励因。若是有安尼成熟真稳重的哥哥，做阮甲天父上帝之间的管道，咱敢毋是真幸福，真得到生命中的安息。所以伫经文第9节安尼讲，伊已经真做完全，就做见若顺服伊的人，永远拯救的君王。当希伯来书的信徒因为找无性命的平安，
开始世界找其他的会当甲命运也是神明结连的方式的时，希伯来书的作者用这石头的比喻，搁一摆讲耶稣基督，就是咱上宝贵的和上帝结连的迄个管道，咱着爱抓着耶稣基督，这个好的大兄，这个好的管道，无有其他的管道比耶稣基督和上帝较，耶稣基督是和上帝上近的迄个管道。所以愿今仔日咱心内若是有黑暗的所在，有想要追求耶稣基督以外的管道的迄种较无的所在，愿上帝赦免。愿今仔日咱每一个人，拢搁一摆来跟对伫咱的大祭司、咱的大兄耶稣基督的后面，和伊结连，知影伊的行为，接着这个方法来得到对上帝遐的恩惠，搁有永远的活命。这是咱压头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因为对伫你所设立的耶稣基督，做咱的大祭司，做阮的大祭司，阮知影，主啊，你的疼是遐尼啊丰盛，你的疼是遐尼啊大，你的疼是得以要喊阮每一个人来结连。主啊，有时阮软正的事，有时阮信仰信伤久，袂记得这个信仰内面的忙，这个信仰内面的安息的事。主啊，求你提醒阮这个大祭司，每一日拢伫阮的面头前，为着阮赎罪，为着阮来主动遮的罪刑罚。主耶稣，阮每一日拢需要你来引带阮，来遮做阮的大兄。愿你帮助阮会记得，你就是阮性命的救赎，阮性命上大的安息。感谢主，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